就喺一大班等紅燈嘅市民面前，大家突然見到有架巴士係206號停咗喺鐵路軌道中間，完全阻住咗條路。之後咧就有一列貨運火車直衝過嚟，啱啱撞正巴士中間，撞完之後即刻着火。因為火車拖住巴士，拖住就着火啦。當時附近嘅人或者等緊紅燈嘅人，大家都嚇到尖叫出嚟，周圍個車都俾火車掃埋一齊，全部都撞埋一堆。仲有電單車同私家車都中咗招，不過損毀最嚴重嘅就係206號線巴士，成架車都燒到火光紅紅，入邊有人死咗，有幾個人受傷。觀眾朋友，今次事件有啲閉路電視另一個角度都好清楚咁拍低咗成件事。我哋仍然喺度報導嚟自曼谷市中心嘅悲慘消息，一列貨運列車同一架巴士相撞，造成8人死亡、40幾人受傷。事故發生喺下晝3點40分，事件再次俾我哋敲響咗警鐘。我都唔知應該點樣去查證啊！無論係巴士公司、泰國國家鐵路局咧，定係案件方面都好。今次事件有好多唔同嘅畫面，觀眾朋友你哋都見到啦。包括有啲車頭鏡頭啱啱停咗紅燈，有啲人如果經過呢條路咧，就會知道啲車真係塞到好長嘅。不過重點就係嗰架巴士停咗鐵路口，仲要橫跨咗條路添。泰國國家鐵路局嘅總督、巴士公司同埋交通部副部長都已經開咗記者會，話呢個位咧係有職員負責系統性嘅去控制。不過發現根本睇唔到啲干諾，因為有車停咗喺度，成條路都塞滿晒。根據泰國國家鐵路局嘅程序，佢哋就要揮紅旗，意思就係要火車停低，因為冇辦法俾火車經過呢個位。呢件事我哋都要再查一查黑盒，睇下錄音入邊記錄到司機同埋駐守嘅路口嗰位職員，佢哋之間係點樣溝通嘅？睇下當中有冇通知話個閘門落唔到。佢發生喺呢單慘劇之後，巴士導致有8個人死亡。當時嘅工作人員要同時間競賽，盡快拆除火車頭。嗰陣時巴士已經起火。火舌直衝上嚟，煙都黑到不得了。新聞隊我哋都有去同一位電單車的士司機傾過偈，佢都係現場其中一個人。佢話事發嗰陣已經見到206號巴士喺鐵路軌中間，因為嗰度交通好塞，嗰陣時警報聲已經響咗幾次，杆都落嚟嘅，但係卡咗去半空，等泰國鐵路局去查一查啦。你問我有冇出錯，其實都係職員自己疏忽啫，係咪？你話火車出發，佢嗰度隔咗成1000米。點解互相通知下，無線電講一聲話有車阻住佢呢？一定要有對講機溝通噶嘛？點解可以咁樣放行啫？干落唔到，聽到就係話嗰陣時啲人喺度維修啦。係啊，跟住你都見到啦，干落唔到啦。無論係記者問交通部副部長，定係問泰國鐵路局代理局長，甚至問巴士公司，都問話佢嘅職員喺事發現場嗰度究竟發生咩事？你點樣同駕駛火車嘅司機協調？呢件事，泰國鐵路局處理局長就話，之後要拆黑盒，即係要攞翻錄音出嚟，聽翻當時同站長之間嘅對話記錄。聽講聽日咧應該會有更加清楚嘅答案，但係其實除咗架車停咗喺鐵路軌道上面之外咧，呢個都係好多人想問嘅問題。有警報聲提示火車嚟緊，我唔知佢係咪減速咗啦，但我知道佢嘅速度並唔快啊。咁我覺得呢件事比較似係意外。如果要估係咪人為呢，都有可能，因為架車嘅剎車其實火車都可以剎車嘅。呢件事其實大家都覺得一定要有人負責，但係初步嚟講，相信係意外造成，亦都希望有關部門可以加強監管。各位觀眾，另一位事故幸存者係一名嘟嘟車司機。我曾經聽到個火車鳴笛嘅信號，即係你喺嗰邊啱啱見到架車迎面睇過嚟嗰下，係咪？係架巴士橫跨軌道。平時我會用對面嗰邊，不過因為而家起緊橙色線地鐵，所以就轉咗用呢邊。之後你會唔會想政府改善下呢度嘅基建？例如加圍欄或者做啲咩措施令情況清晰㗎？其實都要靠用路人自己有意識，自己小心啲先得。我都想講，其實有貨運火車衝緊過嚟，好快嘅，我都覺得好心酸，所以我就不停咁吹哨子啦。我試住話俾多司機聽，我唔知該點算啊，就一路撞嚟撞去啊。係貨運火車，但係速度好快，減速唔到嘅，因為佢一節車廂已經好重啦。貨運火車本身就會行得好快，都有講話撞咗之後咧，巴士俾火車拖咗去好遠，跟住咧就有煙有火，火都燒起嚟。嗰一刻咧 ，Somki 哥哥話佢即刻跑上去幫被困喺巴士入邊嘅乘客出嚟，佢見到個畫面真係好震撼。
因為佢話巴士入邊嘅乘客痛到大聲尖叫，有啲人喺度叫救命，有啲人仲迷迷糊糊，唔知發生咩事，受傷流血嘅人都有唔少。嗰陣時真係聽到巴士入邊嘅乘客不停咁叫救命，成車都係嗰啲聲。桑傑話嗰種感覺真係好心酸，完全唔知應該先救邊個好。咁佢又再三強調咧，呢個位之前已經發生過好多次意外，無論係電單車、行人過馬路，定係好似今次咁因為火車路口塞車出事。我希望今次事件能夠引起相關機構嘅注意。拍到架車入邊嘅鏡頭啦，見到火車撞巴士，跟住反彈翻嚟，有其他車撞埋嚟，坐喺車入邊嘅女乘客即刻合十拜神，係啊，祈求唔好撞到我架車，唔好撞到我架車。回頭一望，就係一撞即刻有火花爆出嚟，其他車就四散咁走。火車一撞落巴士，巴士就掃埋成10幾架電單車，跌到七零八落。至於咧車尾鏡頭咧影到都好清楚㗎，火車衝埋咗嗰下，所有擋住條路嘅車咧都俾佢掃晒㗎。無論係巴士、私家車、嘟嘟車、電單車，全部散晒喺條路度，屍體就滿晒地。當發生好似咁樣嘅大型碰撞事故嘅時候咧，有時會伴隨爆炸，比如有時油罐車發生洩漏，火花引燃咗洩漏嘅燃油，我哋擔心會引發連鎖爆炸，所有人從車裏邊逃出嚟。有位救援哥哥即刻拎起部手機報導，佢係第一時間就報告，真係頭幾秒就開始講。當時嗰位電單車司機仲未起身，仲喺原位頂住痛。跟住發生嘅呢單意外之後呢，火車着火，現場火勢四散。之後呢，有另一隊救援隊接手，用咗20零分鐘先撲熄咗火。撲熄火之後，新一隊救援隊又上去執拾。入面點啊？阿灰5個，跟住仲有3個都死埋。呢件事真係好奇怪，係成車人分開坐都死晒，坐後邊嗰啲都有人死，變咗係一單好嚴重嘅事件，真係好陰森，好恐怖。咁悲慘嘅事件竟然發生喺首都中心。意外發生後，消防員用咗冇幾耐時間就成功將火勢控制住啦。不過當入去巴士搜查嘅時候，就發現裏邊有8具焦屍。其中一個係巴士司機，就喺畫面見到係呢個位置，不過暫時仲未可以100%確認所有死者身份。至於嗰位巴士司機呢，佢被發現嗰陣係喺司機位握住嘅盤當場死亡，而其他死者嘅位置就仲未核實，散落車嘅唔同地方。喺度要向8位死者表示深切哀悼。而家現場最新嘅情況呢，工作人員正加緊將涉事火車移離路軌。佢哋調動咗另一部火車頭嚟到，準備將出事火車拖離現場。最主要目的呢係要清空呢個區域，等條路可以快啲開返俾市民用。事故中不幸遇難嘅8名死者嘅遺體，現場嘅救援人員已經全部從受損嘅巴士車廂內移送咗出嚟。隨後並已經由專車送往位於當地嘅警察醫院法醫學研究所進行身份確認與法醫鑑定工作，進行化驗同埋核實身份。究竟係點解完全冇人提早發出警告，話俾大家知有架車阻住嗰條路呢？因為呢個路口平時成日都係會塞車嘅，點解之前一直都冇發生過咁樣嘅事？我哋真係要認真睇。所以呢度都係要快啲查清楚嘅地方。至於巴士公司方面，佢哋都已經準備咗賠償金，會俾死者同受傷嘅人。初步嚟講，死者會有150萬泰銖賠償，至於傷者就會根據傷勢嚴重程度賠償，大約8萬至50萬泰銖。有啲人情況仲係好嚴重，生死未卜。我哋都唔想見到死者人數再增加，無論賠幾多錢都保唔返一條人命啊！觀眾朋友一齊睇睇下鐵路局方面有咩解釋。呢位係現任泰國國鐵處長框出嚟回應。今次意外嘅初步原因呢，就係大家見到嗰個路障機係一條馬路同鐵路平交嘅地方，有一個由職員控制嘅路障機發生嘅一啲情況，令到冇辦法將路障放落嚟，因為有架車卡喺啲鐵路上邊。其實鐵路方面呢，平時係唔會俾車嘅鐵路兩邊5米範圍內停低嘅。事件發生時，鐵路方面嘅職員喺路邊嗰部機度冇辦法將路障放落嚟，加上有嗰班客運列車經過。多謝大家。